高雄有一间连锁的烘焙店，和前员工指控讲，这店内甲机设中央厨房鲜肉的酱料有掺防腐剂，实在也无标示清楚。卫生局去烘焙店抽查拍品，确定这防腐剂的剂量符合标准，不过有其他确实要改善。业者表示讲，因为前员工甲公司有官司纠纷，才恶意甲因检举。 卫生局人员详细检查肉品，确保标示讲清楚。高雄这间知名小肉店，和前员工投诉，讲伫厨房后壁是伫中央厨房，并且嘛伫酒料内底添加防腐剂，嘛无照食安法规范标示清楚。小肉店团主是按纪律，食食当人客是惊一跳。不过伊表示讲，食酸身体嘛无状况发生。觉得很不错啊，因为我常跟家人来这边吃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那如果有过量的防腐剂，那当然就是店家也要改善啊。 卫生局26日去小肉店抽查4件肉品，28检验结果出来，防腐剂剂量拢符合标准，不过包装确实无标示。另外，还有食品添加物无以专人专柜来管理，是在坑头卡等5个确实。业者是表示，这位投诉前员工有侵占薪水、甲妨碍名誉等5项罪名，目前甲公司有官司纠纷，认为伊是恶意来检举。我们的分店提供都是按照法律。 按照法规来进行，所以这位恶性检举员工，因为跟公司有一些官司上的问题，还有一些业务侵占、危害名誉以及妨碍秘密、泄露客资，公司正在对他提告。取抽验4件肉制品检体，检出防腐剂己二烯酸，其浓度均低于法规限量标准。 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格标准。这间小肉店伫南部就5间店，虽然无防腐剂超量，卫生局表示，其他确实会要求业者改善，若无会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会当处6万以上的罚款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